紧急救护车辆优先号志系统是台南市自2020年首次运用车路联网技术，和路口号志变换灯号，以利救护车辆通行。第一期只伫咧基美新大病院附近路口设置，第二期伫安南病院周边增加在路口。今年的计划，我们特别要求厂商要跟第一期的计划来相容。那建制完成之后，救护车辆在这10处路口通行呢，都会及时的跟路侧的号志来做连线跟通知。那如果到达的时候是红灯，那就会提早结束红灯，转为绿灯，让它前面的车流可以疏解，要让救护车可以优先来通过路口。那如果到达的时候快要变成了红灯，那我们会把绿灯来延长。透过智慧科技控制路口号志，会当提早疏解救护车前方的车辆。交通局表示，系统建制以来，统计救护车到病院的时间减少40秒，增加患者4%到7%的生存几率。不要小看了这40秒，往往是生跟死一线的距离。而且就算是救活了，如果多了40秒，他们讲他预后的状况也比较差哦。譬如说他心肌梗塞啦，或脑中风，其实他就算救活了，但是他恢复正常的智能哈，其实坦白都会受影响。因此呢，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既然实施状况是很好，然后而且是有效的抢救了人命，维护了民众的健康。为着让沿路人提早知影救护车会往倒一个方向接近路口，交通局特别伫安和路以及中和路口试办建置动态警示标志，显示救护车到路口的方向，提升救护效率。台南市民孙怀采访报道。